第30章，雅基的囝阿古尼教士的话，对以帖甲乌甲安尼讲：我是众人中上愚妄，连一般人的知识都无。我无学着智慧，嘛无至圣者的知识。谁人捌上天搁落来？谁人捌用手勒着风？谁人捌用衫包水？谁人捌界定地的结头？伊的名叫什么？伊的囝的名叫什么？你知无？上帝的话逐句拢经过锻炼，所有倚靠伊的人，伊做因会盾牌。伊的话你毋通加添，才免受责备，判做讲白贼。我对你求2项代志，伫我死以前，毋通无互我。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。求你互我无善食，嘛无好业，使我需要的美娘，才免我食饱毋认你。讲上主是啥人？才免我善食纸头底，直到亵渎我的上帝的名。毋通对主人讲伊奴仆的歹话，才免伊甲你咒诅，你煞受责罚。有一寡人咒诅因的老爸，嘛无甲老母祝福；有一寡人看家己做清气，毋过无洗除家己的污秽；有一寡人目头悬，目神骄傲；有一寡人会牙亲像剑，齿亲像刀，要吞食地上的困苦人，甲世间的善食人。5期有2个查某囝不时话讲，互我，袂知足有3项，连袂讲教业啦有4项。淫妇袂怀孕的胎，较侪水嘛无够的地，甲袂讲教业的火。铁笑老爸，藐视毋听趁老母。迄款人的目睭为何山谷中的乌鸦脱去？为何鹰鸟的囝食去？我想袂出的奇妙有3项，连我毋捌的有4项。鹰鸟伫空中会落，蛇伫石斑顶会落，船伫海中会落，男女交合会落。淫妇的路嘛学了解，伊食了就七喙，讲我无做歹。互大地摇动的有3项，连担当袂起的有4项。萝卜做王，戆人长到饱。无人缘的女子出嫁，女婢取代女主人。地上有4项微细的动物，毋过极有知识。狗遐虽然弱小，毋过会晓伫热天准备食物。石番虽然无勇壮，毋过会晓伫石旁做寿。草马虽然无王，毋过会晓组队出去。善人啊，虽然人用手抓袂着，毋过踮伫王宫。行路威风的有3项，连骹步威风的有4项。狮野兽中第一猛的，拄着什么都袂闪避。腊狗、山羊港，以及有军兵保护的君王。你若自高自大，坎坎仔做，也是计无歹代，用手黄喙，假牛奶会出奶油，拍着片会流血，亲像安尼大上气会起3钱。